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国民党即届伫咧桃园选立委的6个候选人是全部拢当选，成功来翻转到民进党郑文灿的大本营，嘛互全力辅选的桃园市长张善政受到关切。讲张善政毋若稳固着家己伫咧国民党内的地位，阁有机会甲蒋万安、甲卢秀燕做伙来争取着4年后总统大选的门票。不过，国民党的议员詹江春讲，毋捌听过这款的传闻。伊讲，伊对张善政的了解，张善政敢若想要做好桃园市长，继续为桃园的乡亲来服务。我们现在立委过去几年的做法，大家都看到了，要什么没什么，要找他找不到人。大力嘅对手，桃园市长张善政，伫咧2024立委选战内底，拼命替家己嘅候选人徛台造势。合体党内头人面前有票，嘛成功互桃园转蓝天。即摆国民党6个选区全部拢总提，头一摆参战的辜富城，互民进党郑文平连战失败。桃园界伫咧当年经营的本命区优梅大赢对手。第3、第4、第5选区由国民党立委罗明赫、万美玲和李玉婷成功摕到连签。第6选区区玉华嘛正做国会新秀，这场选战是拍甲真水，张善政功劳真大，嘛甲南国的地位抗精彩，就传出说落来有机会和蒋万安、卢秀燕抢2028的总统门票。目前党内我们并没有听到有任何人推荐张善政竞选下一任的总统。以我们对张善政的了解，他只是希望说下一届有机会能够继续当选桃园市长，能够继续为桃园民众来做服务。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传闻，因为2028距离现在至少还有4年的时间，而张善政目前的这个状况，我的了解还是以这个把市政工作做好，然后2026年寻求连任为首要的这个任务啦。不过有这种声音出现，不是无关系。南兄唔若伫咧桃园立委全力打总统票，嘛拢强要拍平，佮加上2020年，韩国瑜嘛捌斗打张善政出来选正副总统，当时嘛摕38.61%的得票率，看起来2024的大选才打煞苦，4年后的选战都已经引起外界讨论。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表示，要因应着国会新的民意，行政团队将按照着宪政惯例提出着总辞，但是嘛坚持着本分，为国家的未来来打拼。来听院长安怎讲？行政团队呢，也将按照这宪政惯例提出总辞我也希望我们的新国会呢，能够跟行政团队未来能够继续合作我们会继续来坚持我们的尽心尽力来继续做好这个福国利民的工作我们会坚持我们的岗位继续为国家来打拼。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